啥狐狸？等着。我做了和我的底下长出来。对，然后收了灯起来，然后。好了。还有一个，没打起来的时候，很美丽的风景线，那能看见那种上了台阶是这。这个它做的很好的，就是尽量不破坏这个原生态的。对他们不会破坏这个原生态。说一个不好听的话，破坏这个原生态了，外国人就不喜欢了。对，就是黑皮肤，那个黑皮肤、白皮肤那种。他更不喜欢。不喜欢。中国人也喜欢这个。对，中国人现在城市里面，他们也开始喜欢这种环境。对。看着。这种是什么石头啊？石灰岩。石灰岩。对。金盘线啊。金盘线溶洞。金盘线溶洞啊。拍照的地方。哎，这和我们那老金山就是，跟我们鸡冠洞就差不多。有没有感觉着？走。哦哟，燕子多的，燕子还飞来飞去呢。对。这个是纯天然的呀。啊。这比我们那边鸡冠洞还。这是没有一点那个人工开凿那味。没有。纯天然。这是纯天然石溶洞。这个自然真的漂亮。真的是非常漂亮。美呀。有点滑啊，王总。有点滑。要小心点。
样走是吧？这样走，多大？嗯，看吧，看。对对对。我们那里的九眼洞就是这样的洞，在我们那里边灯光装的特别豪华。真漂亮呀！你去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里。你看这不老像个鸡嘴样，你看多对像啊，像。像很啊。喂，说大电来了，后来又停了，这个不让你送。不用送，必须发电。好，别没事吧？好，挂啊。尽量都大家都在一块儿。人少。一样啊。慢一点。还空心的。它的声音特别好听。对，非常脆。这是空心的，造纸术是空心的。因为像我们那里九眼洞。刚才那个是空了，上次调了你调了。那个能调提升的。空心的。那个能发声音的。哎呀，我谁都知道这个没新发出来。这个门票是多少啊？那就这么8块钱，就咱买这。都在买这才8块。等了。啊？都是长辈的等了，别买。真便宜。主要是人家现在还没到那旺季，没到那旅游季节，要不票价不会这么便宜。对中国人肯定贵，对国外人。这个老胖你看。好。这个像大乌龟。
太重了。啊。这样看我可以。不用出谱。你这个是啥带啥？我不找了，那我一说，过一段时间，没啥事了，给他们出来，咱都不用来，要不然就少上。要你扔的都来干。可以。他们自费的。啊，自费的，咱中间看一下。
过来这边，这边还是很深的。到那个靠南边以后，它就不行了，因为它大型机械化进不来。对对这边它比对，较平，你要考到一种山洞躲着。是。老挝这边的话，老挝这边因为没有海，所以对对。运输方面也不方便。对对对，没那个路嘛，它那个对开不进来嘛。他你看像中国这个北方那些平的地方，没办法就挖地道嘛。就是对没办法，就地道战嘛。嗯，只能搞地道上嘛，他就没办法了，装到地里面去。你看那个到处通的，还，哎呦，好问题。你看这个石头挺有意思的，你看，这个嘛，哦，那个虫哎，这对对对，看到了那个虫，那个蜘蛛。看看，你别看看这，非常非常漂亮。这个蜘蛛啊，蜘蛛跑这个石头上干哈？嗯，对。就是洛阳嘛，日本秦代那会洛阳不是灭了？嗯。这个可以住人哦，这种。这可以住人。这你看人摔到这上面都去。对，像那个房子一样。天然的那个，你看这块多平的，这住多少人啊？对。就你说这战争来的时候，那老百姓上到这山上。要不到反光。太美了，大自然赐予我们的。
哦，小心啊，好，那边过不去。好，哦，这个深的嘞，这个洞是空心的。哦，掉下去就没法了。嗯。嗯，漂亮吧？黄金。哦，黄铁矿。你看多漂亮啊！这都是那个他们说那个黄金沙石，就是你看着，这个太漂亮了，这个。哦，这个是吧？啊，你看这里面多少？我听说人家说把这个歌去中国卖的话也很值钱的。哎呀，那是人家装修嘛，把里面装修。啊，你看人家那这里面的成分，就像金子一样啊。对对对对。李工。这个更漂亮哦。李工。让他不点让他一个人。李工。这挺大声音了。他在那边拍照。没事了。哦，这个就到这儿了，到这儿为止啊。这是到此为止了。哎呀，想去那边看一下，走。走吧。走那边看一下。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走到最后。来了有。来了一次不容易。对对对。也可能这一生就来这一次。对。不是可能是的确。哎呀，要小心点哦。哇，这个多美丽啊！那是漂亮。哎呀，你看人家这个天然的聚宝盆啊，这个太好了。你看这就有一种菌，老山菌。那么多时间出来能当的哎，这是呀，一公不过的，这后边是最美的。哎呀，这漂亮！
哦，这边还是很宽的。对，这边更漂亮了。快点来，这边更漂亮哦。这边还有个。这小李啊，就不往后边来了，还失去了最美的风光。你后边还有多漂亮的地方。哎呀，越来越漂亮，越走越漂亮。你看这个，莎莎。真的越走越漂亮。你看这个。嗯。这个多看着多好玩啊！我们国家这个洞啊非常值钱的。对对。你看这个太好玩了，这个像一个老绵羊一样。对。对，像个老。像动物。太好看了，这个东西。刚才我在这里照这里，好像一只老虎的，我都怕。你看这，你这样剪，你看，我看，像一只老虎的。哎，它是色，怕人的啊。对，吓得我一跳。走，我们走到那边去看一下。哎呀。哎呀，这些东西太美丽了。这天多漂亮啊！以前我听说中国老板要来切这种啊，就是切这种。哦。再回去拿回家装饰。对，老挝政府不允许。肯定是不允许的。你也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？对，我这个洞我没来过，第一次来的。真的是挺漂亮的。所以我就多拍一些视频，对，做个纪念。哦，这里还没到位，哦，就到这儿了。
你看它来了。真的漂亮。这比我们不来的话那个可惜了。这是条线呀。对。这比我们那边的漂亮。你说溶洞吗？对，我们那边的溶洞。哦。看看。嗯。这个溶洞啊，比我们那个溶洞漂亮。我们那个溶洞，一年就赚多少钱啊？那个120块钱。偏铺嘛，你看到偏铺过去没？对，就哎呀，这个就像大宫就到这儿了。对。你看啊，看。蝙蝠啊，快打到我了。看到偏铺没？看到。哎呀，这个也很美丽啊。这3个人过来是可以。这个玩意儿我怎么玩意儿？这比这边弄漂亮。你看上面的。这边还过不去了吧？过不去了。不再说太多。这不大。哦，这么大蝙蝠。没事儿，老挝的蝙蝠没有毒的。好嘞，这给我站一下来，这太美了。好。希望你要头上那灯光照不着你。好。真像一个宫殿。这一次不拍照，我们慢慢浏览，走着浏览着。哎呀，哇，太美太美。洗脸。这是圣水呀。对。圣水洗了以后，福气多多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这就是上天赐的圣水。你看这个，啊，王总，好漂亮。太漂亮，不是一般的漂亮。哎。像金一样哦，银一样。哎。太好了。哦。哎呀。这边还有吗？没给啊，有来没有给。哎呀。空的。这一次来是不亏的哦。这来的太值了。小心小心。拍一下，专业拍照，老王专业户。
买2斤吧，1斤7块。